忧愁，带领阮下面的时间，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咱拍开这个启应文哈，启应文，咱来看这个1为13节开始嘛，咱来看这个15节讲，耶稣对众人讲，要谨慎约束家己，拢无贪心，这是对众人讲的。后来咱搁来看来，搁来看22节，搁对伊的学生讲，所以我甲恁讲，无得为着性命挂虑要食啥物，也是为着身躯挂虑要穿啥物。吼，所以今仔日个圣经的经节是讲到两个对象，一个对象是对众人讲，一个对象是对耶稣的学生讲。我今日准备这讲真，我实在足感动的。对众人讲的，就是袂使贪心；对这个信徒讲的，是唔通挂虑忧心。啊，先我耶稣来讲这两个故事咧，讲这两个架势咧，原来就是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路程，迄当时围要几万人的人，拢要听耶稣讲道。迄耶稣实在是无简单啊！几万人伫这个规个路程吼，啊讲话哦，拢无卖句，啊会当讲几日，这实在是无简单啊！这开力吼就不只有。耶稣咧讲道的时阵，咧讲甲大家听甲耳啊啪啪，但是其中有一寡耶稣的对敌，目睭银乌乌，沙笔沙咧，要找耶稣人讲啥物话，我要来想空想芳得记咧。即马耶稣要耶路撒冷，我要报耶路撒冷人，裂开电我死，你安了解吼？耶稣伫即个情形的中间，有人真热烈地听伊讲道，也有人真用心计较，一直要害伊甲死。伫即个情形的时阵，忽然间有一人入来啊！这人入来创啥你知无？不管耶稣咧讲话啦，不管众人咧听啦，入来竟然讲。主耶稣啊，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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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我话咧3、4声咧讲安尼，咱的圣经是讲一节尔，但是耶稣咧讲伊下骹的譬如，就是安尼。我的大兄糟蹋啦，我大兄求到底啦，啊财产拢分你拢滚啊！我啦，一直讲，先生啊，你这个假死人，你来做我的迄个。你来做阮的裁决者，了解无？当时伊就是安尼讲甲足气的，大声声，这人有够白目，毋知耶稣遮尔无用，毋知遮几万人为为加利利安对遮来安尼，遮尔远，拢无咧管，伊的目中敢若我的代志上大，我的代志上艰苦，我安尼啦，有即种人无？有即种人无？有啦，你若去急诊室看就知影啦。就安大声哗吼，对个医生先生，对个先生甲迄个护士要拍要字。一个阮太太边仔骨头塞一个灯伊啊，入内底啦。医生甲护理师拢捌插伊，我就问讲你啥捌插？拢这袂死啦。怎捌插呢？捌插为几啦？为8点关到12点，规身拢淡的嘛。换衫裤拢捌插。捌插的时候我用无度啊。卡着阮囝婿靠老爸靠那骨科主任，因出起来，随光见咱一顿人安尼踏讲，你内底有啥人？是哦，好，这人是有够白目的，无遐严重，伊无遐严重，但大声话，耶稣安尼挖过来，咱大讲啥？讲你这个人啊，你敢知讲这个你这个人的口气非常的清疏，口气非常的清疏，你这个人啊。什么人叫你设我做裁决者？因这个旧约迄个时阵，因也分财产吼，拢安尼啦。阮兜就是这个分财产啦。阮讲死的时，阮大哥二大哥阮大伯二伯，甲阮老爸拢知。你敢知5个人分几分？阮老爸分几分？毋是分5分之啦，先拆做6分。拆这6分，因为阮大伯也是大囝，所以分2分。阮其他人分5分之。即马，要这个拆伊摕2分2了后，是毋是剩
3/5，5分之3，搁拆几分？哈，拆4分？唔对，3/5，搁再拆5分，伊搁打一分叫做功劳分。功劳分，大囝孙、大囝大孙1分，搁功劳分。伊讲我含阮老爸这钱，阮赚的，搁功劳分。啊，所以阮老爸趁偌济，留来偌济，咱知吼。因犹太人含咱这个台湾人差不多小可成啦。迄个现金是本啦，现金是本，啊无分互查囝啦。因为查某囡仔得嫁妆，啊查某得产能。阮一个爸啊，伊卖迄个土地，拢总卖9000万，伊3000万互3个囝，伊约60万，约120万一个囡仔，一个查囝，一个60。阮的这辈小弟3倒伊，搁要杀因全家，60万拖出来，伊查某囡仔得嫁妆尔。现在我客阮咧做啥呢？这做啥咧？土地，哦，车一个有够闲的，这个。啊，迄阵我嘛是要求阮老爸老母讲，你即摆来以后若土地财产，都爱分互阮2个小妹。阮老母就徛开，得骂啊！不能囝你，恁2个小妹也无会嫁出也无姓谈。我讲妈妈，你较早吼拢无嫁妆，也无产房，你一直咧怨叹，啊你家己的查囝家己生嘛，爱分互伊啊。这阮爸母无当接受这观念。到即几年啊，85岁了后，才开始想会通，讲查囝嘛是我生的，好安尼了解吼，迄个属于咱分啊，所以因认为讲我互耶稣做裁决，这是互耶稣极有民主。但是耶稣我知影，耶稣知影，比个人就个人听得嘛，目睭金金人上中，人乌乌，你知啥意思？耶稣若做裁决的，你啥？请问诶，耶稣有正式的列表无？有无？有迄个耶路撒冷受管列表无啦？伊裁决无啥，无法律的效果啦。啊，个人裁决的，伊变做啥？入罪嘛。啊，耶稣嘛知影讲你这人贪心的，所以耶稣就对症来讲一个譬如互因听。好，这个譬如咱都拢已经读过啊。咱今仔开始要来讲到底为这个譬如咱学着啥物件？学着啥物件？这个人伊是非常的贪心，非常的贪心。咱第一先来讲一个，这个贪心吼，是一个真大的罪。10条戒内底，咱知影第6条就是袂使杀人，第7条袂使犯奸淫，对不对？啊，第8条袂使人偷窃，第9条袂使讲白贼，来缔造做假见证害死人。第10就是袂使贪心。所以咱对贪心吼，拢无感觉有啥物罪啦。因为吼贪心，耶稣看贪心哦，唔但是罪，是严重的罪。但是真几克哦，真几克。安怎讲？真侪人无注重贪心，当作可怕的罪，真种安尼啊。所以耶稣看贪心比奸淫搁较严重。贪心就是一种心内底，定下感觉讲我拢无够，我拢无够，我要求较侪，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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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较侪。阮的同学吼啊，定定喺来头我讲啊骂啊，阮阿某阮周休7天，周休7日啊，你啊，阮休困7天，你啊15万，啊是怎样？阮即摆剩12万，啊了解意思吼？啊，阮2个吼阿某安尼吼，阮逐年啊，我也见同学会咧讲，阮同学会较莫去维也纳啦，较莫去迄落啦，去莫斯科啦，啊来啦，吼拢定下讲这啦，啊定下签过来袂？我52岁就退休啊咧，因为阮大学毕业22嘛，30年你啊90人，佮18拍落，我定讲这个话，啊我啊伊就感觉足气的，好人的贪心吼，注意。迄个保罗先生讲，贪财就是罪恶的根源，罪恶的根源。所以贪财就等于拜偶像，所以咱拢无注意讲，这是真重的罪。你看美国第一个上亿美金的好业人什么人？洛克菲勒对不对？洛克菲勒人问讲，哎呦，你几亿的你袂满足哦？哎呀！我无满足啦，我搁赚100万就好啦。
伊其实伊一年拢唔难赚100万，一年拢赚到要1000万啦。逐年讲你赚得有够无？哎呀无啦，佮100万就好啦。定定安尼，甚至伊足欠的啊！伊剃头的时候，逐边迄个小费拢1箍啦。伊讲恁囝拢100箍，你甲1箍尔？因为阮囝有一个有钱的老爸，我无啦。这个够酷的。好来，咱拢叫是这个宋乡人较会贪，我感觉好个人佫愈贪。我伫台北的时候，一个会友定讲讲，谭牧师啊，你有阮祈祷，阮太太身体来好吼，我要奉献迄落啦，5000，我5000哦，毋是啦，5000万啦。我互安尼哦，伊叫是讲按算讲奉献5000万，我会足婆婆太太，我拢继续阮正常安尼讲。即嘛一个好咧是讲，谭牧师啊，500刀啊。我想起来，安尼随救水咧。伊讲无救水啦，我500比人较侪啊啦。我互安尼哦，迄奉献这好比便宜哦。你敢知影到因某死的时，你敢知伊奉献偌济？你敢知伊奉献偌济？哈？总共拢总奉献2500块，迄500多印天书单，印天书单400份的天书单的钱，拢无奉献半元。迄够酷的，我较知影讲原来愈钱人愈贪。你敢知影伫美国有一个人，迄种请伊，迄人是有够天才。20几岁尔，伊用伊这个人叫做 Evan Bosky， 这 Evan Bosky 伊用请伊Harvard 大学对迄个商学伊毕业的演讲，伊的演讲的时，你敢知影？伊已经赚要10个啊，20几岁尔呢，赚要10，伊这个学校毕业的啊。伊讲啥？你敢知？伊伫1986的时讲啥？讲贪心无啥物唔对。贪心就是表示你这人有奋斗心，有企图心。恁得爱贪心，恁爱知影贪心是健康的，恁得爱显敢体育上头摇哉，大声讲我要贪心。这哈佛大学大学生这基督教学校咧，但我咧我要贪心。今日这个算雷山交易去用伫遐关。判7档，罚伊财产拢罚偌济？罚1亿，1亿10亿无啥啦。即摆迄年迄个 Newsweek 大讲啥呢？讲我真感觉足妖异的，即个全美国上好大学的商学院，较会对这伊万博士即种贪心，安尼笑，佮欢喜，佮拍扑啊，佮对等花友。这是什么时代啊？所以耶稣对迄法利赛人讲啥呢？讲人所尊对迄爱贪钱的法利赛人讲啊，讲人所尊贵的是上帝看做眼目的。即马因为人拢重财富，佮重成功。这个教会嘛叫重成功的呢。我讲过，我去迄个韩国伊玛内利教会啊，迄个牧师就我讲恁教会是几个人？我讲20几个啦。我插我，叫市场先莫讲话，团队你袂使莫讲话啦。阮的团队凊彩嘛，拢带300-400个，你这是比阮团队佫较差，市场先尔。叫我莫讲话，我规路拢无爱插我。随便请阮去落去食饭食一顿安尼，好大票才3000块，迄阵差不多25年前，韩国人无遐贵，咱饲安足歹，但是伊是啥炫富啦，我比较富啦。安怎？定讲伊财产偌济，伊开个车是米拉比的。伫韩国迄阵，大家拢开了混蛋的吼，混蛋啦。伊就讲伊足笑，我听看得足仙的。我看这团队者，我对心内真深深的厌恶，因为伊是咧拜偶像、拜贪心，就安尼。即马流行的个成功时刻就是安尼。所以耶稣讲，咱的这个安全感唔好下伫这个贪财人。有咱有钱，阮昨囝来讲，拜托个啦，爸爸你忙定啦，迄落去仇富啦，仇富啦，你敢对好个人做冤仇的？我讲无，我绝对无迄落这个。有啦，你逐遍讲啊，健康都拢讲，拢骂这人。我毋是，我是骂贪心，因为圣经上叫做财主，财主啊，财主毋是有钱人叫做财主呢。是做钱的奴才开始来
这钱的路才开始财主呢。按了解吼，这钱的路才开有财主呢。啊，你若有真富有，搁会当帮助人，你才是财主，毋是啊？耶稣是你的主，上帝是你的主，你毋是财主啦。后来，咱来讲这个富有的人，嘅譬如来讲，来第一，耶稣讲吼，若家己伫遐积聚财产，啊，伫上帝面头前吼，送享的人，这种人吼，无啥好。安怎讲呢？这样真自私自利，所以财钱财那么积伫这个地上，那么积互因的子孙。我发现华人的教会较少在拜上帝，大部分拢拜子孙，就像我头拢拜子孙。后来，咱看这个人，伊毋是成功者，伊是一个无知者。无知啦，因为伊敢若顾家己，目中无人，心中无神。这财主哦，该人互人足欣羡的。其实伫上帝看，伊是一个无知者。这个无知并毋是智力歹哦，这人哦智力够好哦，伊熬政治哦，啊熬选政哦，啊政治搁熬积聚哦。啊，搁这家咧，这家怎呢？这个当年人咧过年的是较慢呢。这眼光有够好诶，所以伊无知，毋是讲伊无财物、无知识，伊知识有够好。阮老母嘛是安尼，咱台湾人吼，较早咧这种田偌可怜呢。阮老爸老母讲哦，阮种一个田哦，迄个政府，迄个国民党咱剥3顶皮。我想要讲，土地。爱立水租，爱立地租，这按了要讲按倒好咧，无啊！政府保证价，但你袂干那咱袂政府尔，搁剥一摆，剥一摆，啊肥料咧，用啥？用车换肥料，搁剥一摆。啊，当年啊收成的时吼，当年啊收成的时阵，都拄着要注册，车啊上俗，俗到比普通时的一半尔，因为你无囡仔要注册嘛。哦，阮爸母就是。要注册是讲饲猪啊，啊卖猪啊来互恁仔注册，啊，逐年迄个册啊时阵，留底迄个介绍上好是较袂，哦，啊，所以这个人伊的知识财物拢一流的，啊，实际上耶稣讲伊无知，无知伫圣经讲就是讲伊欠缺属灵的洞察力，欠缺对上帝的眼光来看代志，伊这个人无看上帝无就对啦，大当作无存在啦。啊，所以伊干那要伊无爱照上帝话去行，所以这叫做无知。伊干那想要照着伊丰富的资产，真请赢来当安怎？来当乒乓。啊，伊当乒乓，啊，则骄傲。啊，伊无爱去迄落布施，互人得到安慰，爱家己也得到欢喜。无，伊干那要积聚尔。所以伊这个人是伊的眼光有够短，拢干那想着家己。所以咱拄啊迄个譬如内底讲啥？讲我的财产，我的啥我？这个咱中文都4摆啦，希腊文拢8摆啦，8摆我。啊！耶稣真趣味，耶稣就讲，这头前这两句嘛插入来讲我，啊！耶稣讲这譬如我，迄人听到了解吼，这实在吼，耶稣嘛足。第二，这种人，这人是真正是财主是奴才，因为伊毋是主人，因为你一世人有，但是伊来世无。伊毋知影讲上帝讲我今仔日要摕你的灵魂，咱知影哦，要讨你的灵魂，咱的白话字。翻了够水，翻做讨，还有华文翻做要。今夜我要你的灵魂，其实这讨是商业的术语啦，来讨回来，我招你的来讨回来。意思讲，上帝是生命的主，上帝就用生命招咱啦，了解吼？哦，所以我今日吼，在准备这时，我咧想，哇，我活几年啊？我这几年，我上帝都要讨回来啊！我这几年好欠欠用，我要再用伫咧上帝的时光里。安尼，我用特别讨你灵魂，特别讨，这个要讨，借互你用的啦，借你的啦。我随时我有关台摕回来啦。你茫当摆咧请赢啦，当摆乒乓啦，当摆迄个啦，我用特别讨回来。哇，你也知影吼？死亡自从咱一切所有的拢归零，真正拢归零啦。
所以这人到尾也是拢总是点啊空虚啊，所以伊毋是主人啦，伊是照应的暂时的啦。你敢知？我拄仔讲迄个好嘢人，迄5000万变500万，到尾变2000块咧。迄个你敢知？伊讲，阮的囝拢真疼主，所以阮注重财产拢为阮的囝，阮的囝以后会奉献。我就讲，你的孙哥愈疼主。啊！你囝以后会互恁孙，啊！恁孙会奉献，啊！恁孙恁孙愈疼主，因为恁的囡仔孙愈疼主，啊！以后财产够恁囡仔孙，恁囡仔孙会奉献，啊！结果无嘛，迄实在是过分的。我看到这个人，我心内真正真厌恶。我做牧者袂使厌恶人，但是我对这个假冒以前人，我是足厌恶的。我到尾啊，伊赖啦，甲伊落我拢断掉，啊！踮要找我断掉。我实在对这人晓得，啊！伊家己有车，伊买不来买车呢，啊！伊踮要用我的车呢，啊！我家己加油呢，我油无达到位报呢。刚才迄蒙地看20几转呢，我来加油的是因囝，就安怎呢？因囝是一个平信徒，就安尼等我头家日头，我祝福你，我祝福你，上帝赐福你，安怎怎？好，照圣经教示是为婚大的人在打为婚时祝福呢。你这平信徒打这个牧师祝福，到日头。骄傲啦！我有钱就我比较大啦。你牧师是啥？意思是安尼啦。啊，这实在是和上帝无共。所以这人吼，这个耶稣讲这个富有人吼，其实是一个送香的人，毋是富。安怎讲？伊伫上帝面头前送香嘛。伊就是伊点啊囤积。其实伊的财产呢，我讲听吼，这个财主。真正顽固，伊叫是伊累积真丰富，伊一生都会保护，完全无想到弱势者。所以咧，伫迄个路加福音内底讲的真趣味。路加福音讲到咧好野人干，迄个财主甲掠杀路吼，迄财主拢无做歹代志呢。啊，这个嘛无做啥歹代志呢。耶稣要咱讲，咱毋是无做歹代志就无代志呢。咱得要积极认真做代志，上帝借互咱身躯好好啊利用，上帝借阮手、借阮知识、财物好好利用。你若无用出来，互无互一人得福气，你是送香的人啊！上帝看你无啦，啊！你定来讲叫人大家看我有得，我到尾也死着安尼。好，咱安尼讲是咱讲第大点，就是讲耶稣对这门徒讲啥？讲唔通忧闷，你唔通忧闷，你得爱你唔通烦恼。台湾人上好烦恼对不对？台湾人做人的心不着在道理，晚去困在啥？早起对不对？啊，搁啥？也要烦恼天未光，也要烦恼鸭无卵，也要烦恼小锅要嫁无嫁妆，也要烦恼小姐要娶无温床，烦恼足一堆啦。对不对？搞错完啦！我若建议等于阮老母就讲：哎哟，你得咧介可怜啊！30岁较娶某，啊恁查囝甲恁后生30几岁啊，甲还袂娶，啊是要到当时咧，害我拢袂当安好，足个烦恼这啦，足个烦恼，啊烦恼东烦恼西，来耶稣教示咱唔通烦恼。这3点足水的。来，伊讲第一点吼，咱唔通烦恼迄个无。咱唔通烦恼，烦恼啥？伊讲，咱唔通烦恼，咱会积极去解决问题。这第20、23到24节，安怎讲呢？迄台湾人唔是讲烦恼这样呢，台湾人嘛讲啥呢？讲做人的心不着在道理，对不对？晚起困着，早起上大厅，吃倒椅，落灶骹，洗碗池，入绣房做针子，学老兄，学老弟，学老亲家亲，无够家事，学老大家大官好家事，啊，跟怎互我开始？啊！你着积极去解决问题嘛！啊，耶稣讲一个譬如吼，咱大家拢解圣经解唔对，安怎讲解唔对呢？你敢知影？圣经讲吼，讲这个乌鸦也无种，也无收，也无仓，也无库，啊！上帝养出因，啊！所以咧，咱唔免拍拼，免认真啦。上帝替咱备办好势，干嘛呢？我咧解圣经解唔对伊啊啦！啊，圣经上帝无叫阮坐以待毙啊！带新台币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啊，这上帝要饲啊，啊，阮的政府要饲啊，啊，大家拢要靠人饲，唔对啦。伊
真正意思是讲啥呢？讲上帝互阮有才能智慧，对不对？借互咱的这物件，啊，这个鸟只这蛙伊无晓这，上帝赐伊，啊，咱有这物件，咱才会晓去规划咧，啊，会晓拍算，会晓烦恼，对不对？啊，去种、去收、去起仓库，但嘛烦恼无效啦，你茫定问坏啦，对不对？要连三坏，对不对？你茫坏。我有一个高中学生老讲讲，单团队，我甲伊讲哦，迄个D哦，上来问迄个为什么？啊，我讲真的哦，啊为什么？我讲为什么我他变 D 啊？你不要问为什么，爱问好啦，唔是大声好啦，是咧英语的好啦。讲要怎样解决问题？问题若无能解决，要安怎开拓新局啦？好，解决问题或者开拓新局啦。啊，莫定问迄啦。这是耶稣讲的，你注重欢乐，改做行动，改做解决问题，安对不对？啊，毋捌对啊！耶稣讲的意思安尼，大家改现况改得毋对。第二讲啥？讲咱莫烦恼遐家己吼，无当将压的啦。譬如讲，耶稣讲哦，我敢咱烦恼？耶稣讲无法度，你别咱烦恼，你加较侪回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啊，其实咧细字讲啥？讲我无法度烦恼，我加一寸。阮小妹带个男朋友来，有够矮啦！还甲带这只矮，162，减我10公分。阮小妹讲，你自从162、172、182个3个坐做伙，看对一个较悬。我讲差不多咧。伊讲，咱的人生的价值，人的价值是骹骨长短哦，毋是啦，是人格啦，是品行啦，是智能啦。哦，赞！我落尾2个准结婚。伊先我看，这是安尼，所以为咱无当把握的，咱无当控制，毋免啦。你看迄个，你看迄个百合花，伊袂晓芳势，袂晓啥物，但是上帝互伊穿甲遮水，所以其实的意思讲，咱莫烦恼，咱上帝赏赐咱的智慧、聪明、能力，咱尽量拍拼来做，其他拢交互上帝，安就好啊啦。就拍拼来做，其他交互上帝啦。安怎讲呢？我有一摆台湾教一个会议讲，你的囡仔够优秀，套伊安怎较优秀咯？我讲你还安尼讲的？伊讲阮囝人高中读3年，读4年，啊来高雄医学院读迄个职能治疗，人读4年，读5年，啊读5年了，够艰苦的，迄考着执照了，去做工课，哎哟，做无人4分之啦。啊，所以门后医院哦，咱写批单，那爸爸妈妈讲，你的囡仔哦，做无4分之，我薪水来改3分之啦。好，因老母吼，听着这个批尔，咱做去呢。你敢知做去啥？你知？找迄研究理论呢？按照理论呢？好，迄伊个理论讲哦，阮后生做无4分之，你袂使财产，你袂使薪水有3分之，互4分之得，啊4分之3我出，你莫互伊自己莫4分之3我出。你望4分之啦，伊做无4分之，啊！你要甲摕3分之，你安尼无公义，真正爱公义的，你互伊4分之得，啊4分之3我出，啊全退出呢，出3年呢，安尼囝实是哦，骹手慢炖食无分啦，人安尼做4个人，伊做无1个啦，啊佫一个哪做哪想，好够咸的，啊到尾啊咧，3年了后阵，这个大人拢足熟的，到尾咱倒转来为这个华联专考转来呆。伊入去呆是专考入去，考入去是我讲，你会骹手慢炖？我袂啊，讲这呆学生咧毕业的，无做书啊，研究所咧，拢书啊啦，这足熟的，因为伊慢慢啊想，一步一步到尾就熟啊，这慢，我讲恁囝这就是真优秀，讲无啦，你读医较优秀，讲毋是安尼，上帝看咱的优秀是咱这个5000两元的赚5000两元。2000两元赚2000两元，1000两元赚1000两元，无必要互人比拼啦。主要你尽力得啦，其他交互上帝啦，免阁烦恼遐个啦。安了解吼？所以是安尼啊。将来迄个5000两元、甲2000两元、甲1000两元，那大家拢照家己的本分，尽本分了去拢对啦。无影讲你教会200个、2000个，我有一个回来讲，但无师我看你的价吼，超150个、120个，你150个你真拼。你若佫拼起你落血也悬，你我都你这150个尔，你若150个你爱好走啊？往别人做，往别人做。
我讲你看安尼讲，我有调查过啊，你伫迄落迄，你动物嘛是安尼，你这嘛安尼，你做到85你就好走啊。我好安尼好，谢谢。伊在公务员啊，这其实是大家人拢尽本分就好啦，无必要批评啦。好，啊无你若批评会烦恼啦，只会烦恼。点知我有一个朋友叫做刘贤钦，你捌听过无？刘新钦呐，迄画漫画刘贤钦，刘贤钦迄个瑞士哦，去参加迄个比赛时哦，伊看到迄日本人哦是规只飞机来，迄机器人装安尼好呢，30几个工程师呢，啊伊啊带一个只细个尔。啊，去的时候，哎呦，啊，大家拢安尼，啊，美国也是安尼，好，拢工程师是30个，啊，伊带一个这歹势，我啊，我买票要转啊，啊，迄人讲啊，你现在创啥啦？我都要来比赛，啊，你比赛留来，无爱啦，歹势啦，这，啊，结果伊是迄落世界发明证第2名呢。迄阵哦，那感觉自卑，人生无必要自卑啦，自卑来烦恼啦，这无必要用批评啦。后来伊个讲，也真正有烦恼，其实是对上帝欠缺认捌。上帝是眷顾咱的，莫烦恼食甲穿啦，对不对？我一个朋友就来和我讲，谁人讲袂使烦恼穿？你爱知影呢？你敢知影？啊，爱食唔讨趁的是啥？猪对不对？唔是猪尔，还有一种呢，叫做猫熊呢。你捌听过猫熊无？猫熊啦，猫熊啦，迄落猫熊嘛是好爱食唔讨趁，但是咱穿差无共。咱偌尊贵的咧，对不对？啊，猫熊咱大家抬敢唔敢抬啊，保护甲啊！你看，所以爱注意穿插呢。啊，差啊多，其实实在是，伫上帝的眼光，咱每一个人较重的是咱的尊贵的身份。当然嘛，爱注意穿插、化妆、礼貌，这是真好。啊，但是啦，敢若一直敢若注意这，啊无注意咱内面，这就是空虚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主，阮求你施落恩典怜悯阮，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无贪心、有满足的欢喜的人。主，阮也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也无忧愁，阮会当互上帝国来来带伫阮的心内，来带伫阮的家庭，伫阮的心中，阮的职业来掌权，互阮活出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尊严，较赢过阮伫注重外在的衫裤。主，求你施落恩典怜悯阮，帮助阮，互阮无惊吓，互阮活伫一个真欢喜尊严的人。阮安尼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